Hello，亲爱的朋友们，晚安！你们在线上了吗？我们再等1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直播节目。这个时间呢，欢迎你帮我们按分享，按赞、分享，然后呢，然后多多留言哦。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信仰，这个好像很简单，又好像很难。那欢迎大家踊跃给我们意见。如果你有些什么样想知道的，你可以现在先写下来哦，或是你从哪个地方来的，也可以先跟云锦打招呼啊。我看到阿兰传到了，嗨，阿兰你好，很期待哦。我也很期待，谢谢，谢谢阿兰。好，还有谁来了呢？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吗？让我知道你在线上吗？很想跟你说 hello，因为主持人呢，今天特别跑去问朋友哈，就是问他说，哎，你觉得就是你在结婚前啊，你有没有去想信仰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考虑说那个人的信仰怎么样，他跟你的信仰一不一样？诶，他们就说好像很少，很少人考虑这样的问题。那到底这个信仰重不重要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哈，你看我的背后是不是有3个宗教呢？那你是这3个宗教其中之一吗？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哦。那如果说你在确认男女朋友之前，你觉得信仰需要一样吗？这个有很重要吗？还是说我先交往看看，但是结婚以前全部都要变成一样的信仰才可以？还是第3个，可以跟不一样信仰的人结婚，无所谓啊，反正他去他的教会，我去我的拜拜啊，或者是怎么样呢？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大家再来看一下。好，那看你觉得怎么样？是你的状况呢，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呢？我看到碧霞姐了，这个是东富来了，好，谢谢你来了，感谢你坐在第一排。我们刚刚就在说碧霞姐坐第一排，果然她就自己写，很早就坐第一排。老师要颁奖，等一下我们的老师要来颁奖哦，他们已经坐在第一排等很久，谢谢。然后呢，谢谢阿兰传道，他呢，对，他要来祝福我们哦，也希望你得到同样的祝福。还有福妈妈你好，谢谢你们来。还有下一个呢？碧霞姐说婚后才觉得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师母上来不对，先请我们今天的2对哈。我们今天这2对呢，我们等一下会听到他们说现身说法，他们的信仰对他们选择结婚的对象是不是很重要呢？那我们欢迎他们先上来跟我们打招呼。第一对是明辉梅秋。Hello，大家好，晚上好，主持人 Esther 你好。嗨，你们好！哇，今天又是情侣装，令人嫉妒的情侣装。我每次看到他们都是不一样，然后都是一样，可是呢都穿不一样，可是都穿一样，大家不知道听懂不懂？非常的羡慕，很好。然后再来，我们下一对是钟先生、美华姐。大姐晚上好 ，Esther 晚上好。Hello，你们好！哇，他们是第一次上节目哦，有没有盛装打扮哦？非常的隆重哦，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请你们上来哦。好，再来是我们最重要的师母。Hello，嗨，大家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呢很有意思吧这个课题很有意思的。有人说他婚前根本不考虑这个信仰不信仰的真的，我的朋友都不太考虑耶。
但是一结婚之后呢，就发觉到有点问题了。就发现很重要。那师母对，有考虑的，师母还没有信主前有想到说以后一定要跟什么信仰的人结婚吗？有啊，虽然说以前有在拜拜啊，嗯但是呢，自己心里头都打个底，不要那种拜太多的男士。哦，不要拜太多，自己有拜就好，别人不要拜太多。没有啦，就是说跟阿公阿嬷他们去庙嘛，对不对哈？哦，所以不喜欢他们不这样。喜欢啦，就是说什么初一十五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说不要了，简单一点就好了。那我妈妈也跟我讲说，简单就好了，不要太多这些的仪式，这样子。是，繁文缛节，很好。是啊，那结婚后，结婚之前就发觉到，哎，信主了嘛，信了耶稣了嘛。是。那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考虑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有看到亲人啊、亲戚啊，对，在结婚后他们的信仰出现一些争吵的场景。是那就跟他觉得，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没有考虑过。好，那我们说这个是婚前讲座，等于说是给大家打预防针。很重要。对，预防胜于治疗。是非常开心，很期待师母哈。那我们就时间宝贵，就把时间交给师母了。那大家欢迎继续留言哦。好，对，请大家留言一下啊。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来看看那个我们过去几个礼拜很快，我们最早呢讲这个，最早我们讲情绪，跟着我们讲到夫妻相克或互补，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叫婚前的就是红毯两端的系列讲座那第一个讲座呢，可以看到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说未来我们这10个主题婚前会遇到的难题那我们来看看下一章的投影片是怎么样子的哪些的难题会影响到我们决定我们要跟谁结婚，或者是说跟一个男孩子或跟一个女孩子相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来面对，然后怎么样去跟他探讨，那这就是很大的关系的虽然是说刚刚我跟 S 谈到就说我们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考虑到婚前那个婚姻的一个信仰的关系嘛，对不对？但是呢，我帮助大家复习一下就说在婚前呢，我们有10大难题，还记得吗？帮大家复习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讲课那我们前面呢有3个课程不论是在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的直播室上面都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 YouTube， 也可以找到这几个课题第一个就是说如何绘制择偶的蓝图怎么找对象我们那边我们还有请人来说他怎么找到他的对象呢这些给大家再去温习一下，或者是说你听了，但是你的那一半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没听过，或者是说你刚刚好有人要追你了，那你就可以回去看看咯，帮助大家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讲说如何结交，有些人是刚刚好在交朋友，还没有进入到男女朋友，但是呢，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那我们讲所谓的是异性我们就是男朋友跟女朋友是男的跟女的，不是男跟男也不是女跟女是男人跟女的，女的跟男的你如何结交异性朋友的一些的提示那这是第2讲那第3讲呢是讲到差异的贤淑。我们上次讲到如何克服彼此的差异。如果说你们在交往做朋友之前，你们可以多了解对方的一些的原生家庭，他的个性，还有他的脾气，他的情绪，他跟的人际关系，这些你多了解的话呢，可以减低你们将来要进入婚姻的那些冲突呢，是减低的这是我们过来人告诉你的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讲同父异恶。什么叫同父异恶呢？就是说一个牛它耕田嘛，它有个轭扣住他们要走的对方向，他们那个才能走得好嘛。如果说他要走 A， 他左边，他走右边，两个人走不在一起的话，那其实会很大的张力嘛但是我们再把这个课题放在一个今天要讲的一个地方，就是如何面对信仰的不同。
这是今天的主题。那我再稍微介绍一下哈，后面几个礼拜的主题哈，偷吃禁果，就表示说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啊。那这个课题呢，有些人不好意思说，不能放在台面上说。但是呢，我是觉得说，现在婚姻很多出现状况，那很多人面对离婚或各方面的很多的处境的时候，这个必须谈的哈。那第6个呢，就是讲到两代情结啦。有些时候你可能交朋友还好，当你开始进入说想要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就遇到父母反对，那你怎么去应父母的反对呢？要怎么跟他们谈呢？不要跟他们吵呢？这些都有方法来告诉你们的哈。第7个呢是讲到说真爱的密码，怎么样分辨成熟爱情？什么叫真爱？真爱呢？有人常常觉得说，你爱我，你就要跟我发生性行为，那就不是真爱了，那是欲爱哈。这个就是不同的，你要去分辨一下什么叫成熟的爱情哈。第8个，触礁恋情，如何走出失恋的苦境？你有没有失恋过呢？那你失恋的时候，你怎么走出来呢？那我也有失恋过，我也知道很痛苦哈。但是我们会慢慢就说不同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大家走出来哈？不是说失恋完了就没有盼望，还是有的哈。那第9个呢，我们讲情投意合，如何审慎评估适婚。适婚的意思是说，你适合结婚了吗？那个适婚呢，就说不是说你到了25岁就适合结婚，不一定的。你的心态准备好了没有？你的钱准备好了没有？有人要结婚要去借钱结婚，然后后面慢慢还，那也是很辛苦的哈。所以等于说你要先看看你适合结婚吗？啊，第10个，逃避婚姻，有些人不敢结婚，为什么？很多的原因。如何消除你结婚的恐惧症？啊，我之前是害怕结婚，后来我也梳理自己的恐惧之后呢，我就结婚，就敢了哈，愿意结婚哈，喜欢的对象就跟他结婚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呢未来的一个10大难题要谈的问题。一般来讲，在进入婚姻当中都会面对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同步以后如何面对信仰上的不同。信仰有种不同，不只是指基督教哦。我的父母呢，2个都是佛教徒，但是他们后来呢，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宗教，但是后来呢，还是走到离异，各自在外有外遇。好，同一个信仰，但是那个信仰是什么？有没有帮到他们的婚姻呢？有没有呢？不知道，有些有，有些没有。但是呢，他们的宗教无法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婚姻的问题。啊，那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来说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请2对夫妇来现身说法。还没有请他们上来之前呢，刚刚那个主持人呢就问了有4个问题给你们，你可以看看你如何面对信仰不同。我们今天是在讲信仰不同的时候会带给你做男女朋友，或者是准备进入婚姻，或者婚姻当中会不会带给什么问题呢？啊。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是算是教会在举办的这个的讲座，所以我们这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说的哈。那当然会跟不同的信仰的不同宗教的人士呢有对话的。所以我这边写说什么关于基督徒究竟可不可以跟不同信仰的人交往，存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确认男女朋友前，就是说你在交朋友还没有开始拉手，还没有开始说啊，我要跟你拍拖，我要跟你做男女朋友，还没有进入谈恋爱的时候，就说确认你跟他是要做只要进一步的男女朋友之前，对方就需要跟我有一样的信仰吗？你的立场是什么呢？啊，是这个吗？还是第2个？可以先交往看看嘛，但是呢，结婚前呢，双方都要有一样的信仰吗？就是说你在交往做男女朋友，不同信仰也没关系，但是呢，结婚前一定要决定要不要同一个信仰。那这个就是一个第2个选择了。第3个选择呢，是可以跟不同信仰的结婚，只要对方不排斥就好了。啊，你看到第2点跟第3点不同哦。啊，第2点是要坚持一样信仰，第3点是说
有一个跟2个不同信仰，但是呢，只要他不排斥你信什么都好了。你是采取这样子吗？还是你现在有在这个状态呢？好，第4个，不只要有相同的信仰，而且虔诚度呢也必须差不多。事实上呢，从来讲的话哈，至少我来跟你们说哈，第1点跟第4点呢是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困难。第2点跟第3点呢，要付的代价可大了。等一下会慢慢来说付什么代价哈。那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现在就要请第1对先上来这一对人他们上次有来过我们的讲座，那我这次请他上来因为他们夫妇2个人呢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那我会请他们上来哈。那我们请主持人把他们扣上来。嗨，大家好。大家好。好，那是你们好，明辉好，梅秋你们好。好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才听这个讲座所以等于是说呢，原则上呢，你们再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是对，我是梅秋，来自马来西亚。对，我们现在在曼谷发展。好 ，OK。我是明辉，我也是一样来自马来西亚。我们都是一样来自柔佛州。柔佛州就在新加坡的隔壁吗？对，马来西亚南部。马来西亚南部哈，我以前到马来西亚去，我都搞不懂柔佛州在哪里。有人跟我讲说新山又在哪里，我都搞不懂了。你在靠近新加坡。那么讲说新加坡上面就每个人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嘛是吧？好，那你跟我们讲讲哈，你跟我们说说你们2个人的结婚的年龄。结婚的13年。结婚的13年。是OK。你们结婚13年，然后呢，拍拖几年啊？拍拖有整8年到10年。半年到8年。8年8年8到10年。8到10年拍拖。对，差不多是这段时间。所以等于说结婚了13年，所以真正认识了将近20年，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你们的网络停住了主持人他的网络好像停住了好，我们等他们再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先说说看我们刚有4个问题，还记不记得？等他们上来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4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怎么样的呢？你们知道吗？就是说，当你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去结交他呢？然后你怎么样去跟他谈信仰呢？有些人说我根本没有跟他谈过信仰，你们在拍拖的时候根本没有谈过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要来去讨论一下，为什么没有去讨论过呢？原因在哪里呢？是害怕吗？是害怕的原因吗？我们来看看第1个，确认男女朋友前对方就需要跟我有一样的信仰吗？那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我自己呢，在刚开始呢，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已经有男孩子在追我了。我小学同学男孩子追我，然后呢，还有个叫青梅竹马的也在来追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机会开始接触教会，我就发觉到，如果我信耶稣的话，我可能就不可能跟他们交往了，因为开始发觉到有一些关系，有一些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了。譬如说，如果我说我礼拜天要去教会，那他不去的话，那怎么办？他说等我了，等我教会完了之后，聚会完了之后，那才能出去约会咯。那这个就是一个考量的事情。但是呢，第2个，那时候去教会开始就这样思想，后来就跟他们说，对不起，你我呢不同，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同，所以呢还有一些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就说这样好了，我们不要交往了
好，那后来呢，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出了社会呢，就开始有人来追啦。然后这些出了社会，大家都在社会上工作嘛，他们就会跟你讲说，为什么信仰不同不可以在一起啊？我们可以互相调试一下，没关系啊，配合一下啊。你去教会没关系，我在你们教会门口等你啊。后来呢，我说不行，这样不行啊，那你在那边等我也不好吧哈。所以我说还是我们要先调试一下。那后来呢，我就跟他谈，我给你个本子册子，你回去看一看，看看我的信仰是什么，那再跟我来讨论啊。所以这个呢的结论呢，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我们的明辉他们回来了啊，是不是？对，刚才不懂为什么突然断线。等于是线路太忙了啊，就是停电。Okay 哦，停电了哦，你家那边看哦，哇，下雨有没有下雨啊？对，就是下雨。哦，下雨所以停电了，对吧 ？OK， 好来，想问一下你们哈，就是说你们2个人啊，譬如说你们是认识8年到10年，在你们交往过程当中，你那时候2个人的那个宗教信仰一样吗？结婚的时候是一样，后来不一样。结婚的时候是结婚的时候都是拜拜的，是吧？是我们是跟从父母的啦，跟从父母被动的拜拜被动拜拜，原则上2个人都不会去庙的啦。不会，就是传统的传统的那个民间宗教就是佛教啦对不对哈？那后来怎么变化了？梅秋你说说。后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有一个宗教。那时候我来了泰国了，所以我就很想。你们结婚多久了？我们结婚那时候应该是7、8年吧，7、8年已经结婚7、8年了对，人来到异乡没有地方去，我就想要有一个宗教，也是可能年龄到了吧。心灵空虚，这样子，心灵空虚，结了婚还心灵空虚啊？精神上空虚精神上空虚没有一个寄托。OK， 所以等于说梅秋怎么去会接触到教会？你在泰国都是庙那么多庙其实我也是有去过庙，不过有的东西我是听了不懂，因为我喜欢好像一个宗教是我明白的，然后有书看的不是说有的东西好像我不懂，就是跟着而已，我就比较没有这样踏实，我觉得没有这样踏实，我不能够接受，所以我就找了，经过朋友的介绍之下，还有传福音之下，就进到教会，接触到教会。那你说你刚刚说那个信仰，你要通透，你才要相信嘛？是。那你接触到教会之后，你多久就觉得我要相信他，我要受洗了？1年处，我去了教会整1年处一些，对。1年多的时间是吧？但是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明慧有没有去啊？那时候他没有去，他还不认识主，我一个人去。他们不陪你去啊？没有陪我去，他说你自己去咯，没关系，我在家里等你。我不反对他去。你不反对他去，但是你有另外的目标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就很喜欢钓鱼那么难得来到泰国这个地方的话，就星期天刚好又是那个休息日嘛。对，那么就一个人，之前是他还没信主之前，还没去教会之前，那就2个人都会一同去钓鱼这些。那么后来他就移情别恋过后呢，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去钓鱼。移情别恋，就是说他要去教会了，所以就不陪你去钓鱼啦。很好这个你自己享受你个人的时间，太太也去享受她去教会的时间。你们2个暂时，因为你们上班都在一起嘛。对不对？是你们1到6上班在一起嘛，哈。其实我们也是很珍惜星期天去钓鱼，2个人一起。你很喜欢钓鱼你自己也喜欢钓鱼我是喜欢钓鱼。对呀，你们2个人就是教会还会想，你钓到鱼吗？他还会message我钓到了。
你还是会挂念着啊？会，就割舍，OK 啦，这次你去，下一次我再去，这样。哦，这样子哈，好，那这样的情况维持多久？他开始跟你去教会？我受洗了整1年呐，1年哦，1年多。对，那时候因为有一个真爱婚姻辅导啊，真爱家庭婚姻辅导啊，我去上课，邀请他去，他就跟我一起去上课，上课了就一起去教会，就这样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一直去教会，每个礼拜风雨不改的。哦，那我就来问明辉啦，你那么喜欢钓鱼好，那现在太太就把你带到教会来了，那你怎么去割舍呢？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是时间上的关系，就安排不出来。那个因为每个主日都要刚好就是休息日嘛，那么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痛苦了。很来割舍哦，对，割舍哦。对，就是我们钓鱼人所讲的，就是说那个手很痒，就手很痒，手在那里往对，那么就那时候就尽量把那个平常的假日就安排在平常假日的时间就去钓鱼。尽量安排假日的时间，在普通日子这样子，就不在主日的时候。那我们就尽量安排这个时间。那么，梅七也是可以陪我一起去钓。哦，这样子啊，所以你做一个调整啦。对，就当做，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工作时间这么紧张，那么这样忙，那么应该需要一个嗜好来充电一下，来调节一下我们那个情绪。是，对。就好像我们追求信仰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精神上就是追求那个灵粮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双赢啦。哦，哇，毕竟是商人啊，商人都会讲双赢，真的又得到邻里充满，又可以得到钓鱼。哦，这样子哈。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说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然后结婚之后呢，也还是在拜拜。但是你们现在这个宗教信仰改变了，成为基督徒了。你们觉得你们成为基督徒的婚姻生活，跟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有什么不同吗？不同点算是蛮大的比如说，对，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以前比如说你拜拜的时候，如果去钓鱼什么的话，那么家人还是亲戚朋友都好，就是说钓鱼这样子是杀生啊，不好啊，什么啊。那么有时候，那么又好像我们华人农历7月不是有那个中元节嘛？对不对？我们一路来的那个华人的风俗里面，就是说这个节日是拜得很大，就不能够去钓鱼啊，有鬼啊，有什么？那么信了基督过后呢，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会了解一些这些，也算是新的知识，也算是增长一些我们的智慧，然后知道说，神既然创造万物，那他把这些万物都把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鱼啊这些东西都归给我们人来管，那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就可以这样子做。而且如果你根据圣经所讲的，你只要不要去浪费，是没有杀生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对呀，圣经说的啊，他凡物都可以，我们凡物都可以吃嘛，对，就没有限制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因为这是神创造万物，就是要让我们享受的也让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球，要好好的管理了那我想问一下，就说你们信的主，你说对你们的婚姻的生活的关系，你们现在2个夫妇可以一起读经，可以一起祷告吗？都可以呀，可以呀。
都可以。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每个星期最少有2天，对，2天一起上课，一起祷告，一起学习，一起读经，好像就把你们的婚姻生活更丰富了。对，比较少摩擦了。比较少摩擦了就是说比较能了解对方了融洽了，对，也比较融洽。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叫做彼此相爱的心增长吧，认同对方多了，这个一定是会，同理心一定会是吧？很好。所以我就看到说你们现在不太一样了，跟以前刚来的时候不同。现在你看笑容满面，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啊，很满足啊。OK， 好，你们就是说是一个跟我们那如果说对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人，你们有什么给他们建议呢？正在拍拖的比如说正在如果说有信仰相同，或者是说，比如说因为你们之前信拜拜的，但是后来你们结婚之后才先有一个到教会，然后你跟着他信了耶稣了。那你如果说对年轻人准备要做朋友谈恋爱，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有关这个信仰相同的事情。信仰相同的话，如果是说这个也是要看2个人的个性。两个人性格如果是说可以迁就对方的，比较随和的，那当然那个冲突的几率是比较少。如果是信仰一致的话，那是更好。是，因为可以2个人可以从那个宗教还是说信仰的角度上面去寻求那个解决方法。是，那个是很好的一点。那么如果是2个信仰不同的话，那就要看他们各自处理事情的能力了。OK。如果是真的是一直起冲突的话，那个长痛不如短痛。哇，没有，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好，那梅秋呢？梅秋有什么回应给年轻人的建议？同一个信仰很好，很方便。好像可以一起去教会，可以一起，朋友都是一致的嘛，好像教会的朋友都是连会很了解组内的朋友，对方的朋友还是自己的朋友，对方都知道，所以就省了很多解释的那一方面，就是讲朋友一起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帮朋友是谁呀，大家有互相的理解，会很好。等于说有共同的朋友，然后这些共同朋友跟你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大家都谈得更好。我想这1年这1-2年你们交的朋友不少在教会当中认识到很好的朋友是成为深交了对，好，感谢主，谢谢你们接受我的采访，谢谢你们，你可以先下去。OK， 好。事实上呢，我们刚刚听到说他们夫妇2个人他们是同样的，事实上他们在婚前是同样的信仰，婚后也是。但是呢，这是婚前呢，我们讲说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佛教，他们是拜拜。但是呢，结婚之后就刚明辉说的有些的家庭，有些的家长他会觉得说这个他喜欢钓鱼，他就会觉得说这个钓鱼好像要杀生这些的东西，就变得无形中辖制他们那个享受生活的情绪但是呢，在婚后，那梅秋先找到教会，那梅秋找到教会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说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比他先前所信的更好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也从这个信仰当中，然后让明辉可以加入这个真爱家庭协会的一些婚姻家庭课程，也帮助他们夫妻更加彼此认识对方。然后他就说了，有基督教信仰在他们当中，他们心中有上帝，有爱，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我们说事实上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婚姻观里头呢，就是说夫妻2个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冲突，把它摊开来讲。那如果说哪一个人不对的，大家都要道歉，那求对方的原谅。那对方原谅你的时候，要跟他说谢谢，谢谢你原谅我。等于说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婚姻观里头呢，就是讲到说要道歉，要认罪，然后要悔改，然后谢谢对方给你机会
好，这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是这样的观念哈。那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投影片吧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投影片的情况啊。说这个投影片的情况呢，就是说刚讲到说如何面对信仰的不同啊，如何面对信仰的不同啊。那刚刚我讲到说确认男女朋友前呢，对方就跟我要有一样的信仰，所以我刚刚讲说我第一算是说正式跟我要求跟我进一步做男女朋友的一个男生哈，就在我刚好出社会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就透过我姐姐的朋友来介绍，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那我就很表明跟他讲说，我现在不要浪费时间，因为那时候我同学都结婚了，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人追我，但是我还没有考虑啊。但是他就是说，我要追你，我想要立刻娶你。我说对不起，我有个原则，你要娶我呢，你要跟我同一个信仰，因为对方也是拜拜的，但是他说，我们家我不拜的啊。我说那不拜，但是你是要跟我同样的信仰，这样子很多的事情呢，比如说同样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金钱的用法，还有对时间的处理方法，我们走的人生方向会有所不同的。后来他说好，那你告诉我那个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所以我就送了他一个册子，让他去看。结果没想到呢，他那天晚上拿去看之后，隔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教会，我要相信耶稣。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要追我而相信耶稣吧？他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好吗？我就是要信耶稣，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哈。后来他就跟我去教会了，跟我去教会之后呢，他真的是很认真的追寻上帝啊，在教会参加很多的聚会。后来他就受洗了。那但是呢，受洗呢，我们还是继续交往。但是呢，到后来我们没有结婚啊，因为呢，我虽然是要求他跟我成为基督徒哈，但是呢，我们人生方向还有一些的差异哈，所以后来谈完之后，我们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分手。但是呢，后来也有教会的姐妹，她就跟他结婚了哈。但是我就觉得说，在我们在确认男女朋友之前，对方跟我需要有信仰吗？对我来讲是需要的。但是呢，我有些辅导一些朋友哈，年轻朋友，他们说啊，那我们可以先，他就说啊，师母啊，廖老师啊，我们可不可以先交往？然后我相信我们婚前呢一定要有个信仰嘛。我说这个刚我讲的嘛，第二点跟第三点呢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那个代价有多大呢？好，那代价有多大呢？大很大。譬如说你结婚后，对方开始会告诉你说，我不排斥你啊，你去你的教会吧，我在家里休息，就像刚明慧说的，好啊，你去教会嘛，我去钓鱼嘛。但是短账是可以哦，他们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上班，礼拜天是他们唯一的一个休息天，一年52个礼拜，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一个去教会，一个去钓鱼，总会有不满足的。但是呢，也是感谢主，明辉他有机会透过上了婚姻家庭的课程之后，他就发觉到基督教信仰事实上也可以考虑的。后来他决定信耶稣受洗，所以他们现在两个人是每到放假，礼拜天放假，他们就一起去教会，他们就不用分开了。虽然说他可能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他太太去教会，他不排斥他啊。他不排斥他，但是长久呢，还是会觉得有些的不同，因为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很自然就认识朋友多了。他去钓鱼有钓鱼的朋友，他去教会有教会的朋友，但是两边都没办法交流的哈。但是后来他决定了，他要去教会信耶稣了，所以他刚讲的，他们现在有同样的朋友，在教会认识到很好的朋友，又是遇到自己的家乡人，所以那个关系又很好了哈。所以他们就进入到第4点了，不只要信相同的信仰，而且虔诚的程度也差不多吗？是的，他们想讲嘛，除了礼拜天去聚会之后，一个礼拜他们晚上下完班还去参加查经班，然后他们也一起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他们这是除了这个钓鱼是兴趣之外，他们对信仰也是那么认真哈。所以这是他们这对夫妇，我这样的分析一下给你们了解哈。好。
那我们下一个呢？我们现在就请另外一对，这一对呢跟他们很不一样的。好，来，我们请那个主持人把我们这一对夫妇的带上来啊。好，来，你们是第一次上来了，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华是你好，你好，没关系啊，你是美华，OK，你从哪里来？美华，你从哪里来？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哦，你们来自马來西亞檳城 ，OK，然後中山呢？你從邊度嚟咧？我係鍾耀榮。好。喺泰國，喺香港嚟嘅。對，鍾先生從香港來的啊，來到泰國。你們兩個人來到泰國幾年啦？我嚟咗差唔多泰國50年啦。哇哦，半個世紀。美華來泰國幾年啦？43年啊，那想問一下，你們怎麼認識的？要爆料了。怎麼認識啊？我講好嗎？好啦，你講好了。我是他的媒人呢。我本來要介紹，我要介紹一個我的女同事給他認識，也是廣東人。哦，想說跟同聲同氣啊，同時同一個語言比較好一點，是吧？就介紹給他認識。後來他每天都打電話給我，就奇怪。他每天打電話給我，就問我朋友，阿鍾有冇打電話俾你？沒有打給他，來打給我。你介紹那女孩子給他認識，結果周先生不打給他，打給你。打給我他每天都打，然後問他，你怎麼不打給我朋友？沒有了，我想跟你做朋友。哇，他轉台了，轉軍台了，還來追你了。就是這樣。後來就慢慢跟他交往，覺得他人不錯，老老實實這樣。老老實實人不錯啊。那你會講廣東話是吧？會7個語言。哇，你會7個語言，馬來西亞的華人太棒了。就是這樣啊。對呀，你們太棒了，可以講7種語言呢。我要學好久才會講到7種，你知道嗎？好，那想問一下，你們開始認識之後，你們多久結婚？我們認識了2年，結婚。2年結婚，所以表示說你們結婚很長咯。很長，我們結婚40年了。哇，40年呢，不簡單。好，問一下，你們結婚40年，你們還沒有結婚之前，你們的宗教信仰是什麼？拜拜。拜拜。鍾生呢？都是拜拜。鍾先生、鍾弟兄也是拜拜的哈。好，你們拜拜的，那到處去拜的吧？就到處啦，香港去到香港去拜香港的，來到泰國來拜泰國，去到馬來西亞拜觀音，什麼都拜，什麼都拜。還好你們沒有去日本，不然你們跑去日本的神社也去拜了。也有啊，也有去啊，拜啊，也去拜啊。沒有拜，冇拜，有到。OK， 好，那就問一下，你們結婚40年，你們到處拜，那在什麼時候呢？美華，你接觸教會？4年前我接觸教會。4年前 ，OK， 你怎麼會接觸教會的呢？就跟我的弟弟、我姐姐他們一起。那時候我自己本身有點問題，所以你試試看，來教會試試看會把你的人生轉變的。你就試試看。然後我就跟他商量說，我要去教會，他那時候他知道我的情緒不穩定了嘛，他說你去試試看。是。那時候我就一個人去，但是師母那個教會是泰國的，講泰文了，所以我你聽得懂嗎？你聽不懂，那你聽不懂也去，因為我不知道有中文在哪裡呀。你不曉得中文教會在哪裡？就是跟着他們去，每個星期也是不斷的這樣去。聽不懂還去？渴慕嘛，想要認識是怎樣。就很可慕，就跟着去，但是真的不懂。那有時候也叫他去，他也跟我去，但是他都是去到去睡覺了。
因为他也听不懂啊。聽不懂。他去了2次，他說佢一講大聲，去一兩三次就冇去啦。兩三次就不去了，因為聽不懂。他也聽不懂，他說他聽不懂，他不想去了。OK， 那就不去了，就在家裡頭了。他不去，我自己去。哇，那他不去，你自己去，那你這樣子的話，自己去，你的心情如何呢？就寂寞啦，孤孤零零的一個人啊。教會的小角落，去完就立刻回家。就是啊，去完了我就立刻去找他了，我也沒有去哪裡，就回去陪他。但是你也希望說他可以跟你去教會嗎？希望，但是他有是跟我講說，我又不會聽，我去了又這樣，他又不想去，但是又不想拒絕我，也很難做2次。這樣子。後來你怎麼找到華人教會了？找到我們你姐姐就介紹你來因為他說他聽說他去那個 Paradise 買東西，他聽說有一個華人教會，我們講華語的，講華語的，我就說好，然後到星期日我跟他一起去的，我們你們兩姐妹來了，OK， 那兩姐妹來了之後，你有沒有跟先生講說你聽得懂啦，講華語的嘞？還沒來啊！我說有一個香港牧師，他說你是香港人可以去，他會用廣東話跟你講。然後他第2個星期他就跟我去了。就到王牧師對，王牧師都是香港人嘛我們香港人就說統稱統配啦講同樣的語言廣東話都聽得懂啦，所以就來了。他就跟我去了。好，那想問一下周弟兄，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教會，願意相信耶穌呢？你廣東話講啊，我幫你翻譯。最緊要都係我太太影響到啦，同埋太太影響到你，還有王牧師。因為成日叫話你試下，你唔信教唔緊要嘅，入嚟教會聽都得嘅。王牧師說你來教會還沒有相信沒關係，來聽聽也可以的所以我話咁太太叫我去啦，OK， 咁就跟住去咯。那太太就說一起去吧，那我就跟他一起去教會啦。那後來是怎麼回事？你會相信耶穌受洗呢？但係最緊要係有時睇到我太太成日都好似去咗教會之後咧，覺得比較好多喎。看到太太去教會呢，覺得說，他人整個還改變很多了，變咗好多，又唔使成日好似講好多嘢比較開心好多也看到說太太開始參加華人教會，整人改變了，也開朗很多了。聽咗上一次去帕特亞教會個退休會的時候，聽阿黃師你講，同埋黃牧師同我講之前同我講。嗰個都幾好啊，都唔錯啊，咁所以咪加上太太覺得佢而家變咗幾好多，所以我都決定跟佢一齊啦。好，我翻譯一下哈，就是說周弟兄說呢，他剛開始呢，剛好就是說王牧師會講廣東話，然後那一次也是到他們家查經，也用廣東話跟他講聖經，所以呢，他也比較明白了，那就跟太太一起去教會啦。那我們有退休會的時候呢，他也願意跟太太來參加這個退休會，那剛剛好我講的內容就抓到你的心了。人魂體跟那個愛他有味他就跟我講我可能會受洗了，他說所以就說因為上帝的恩典哈，我講的東西剛剛好你很喜歡聽，講到靈魂體，講到 EQ、IQ 你就覺得這個啱聽啊就覺得這個好像跟我的生活可以接上軌了他的意思是跟我講，我問他的時候，他說就覺得師母沒有強迫，沒有用強迫的語氣去叫人家信主，他說他喜歡這樣，然後就說好了，那你就跟我一起信主了。他說好的所以他就在退休會就節制信主了。感謝主啊，就在今年的3月呢受洗了。
感谢主。那想问一下，你们呢2个人都信主了，信主呢，你们发觉到对你们的婚姻，因为你们结婚40多年了啊，40年了，这个信仰对你们有什么的帮助？2个人有很多话题讲哦。哦，比以前话题好多很多了。现在我可以跟他讲主耶稣怎样怎样讲。以前不能讲啊，因为你先信耶稣嘛，还不能讲。我讲的时候他不会听，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听就睡觉了。听就睡着了，你的讲话就让催眠曲了。现在他会跟我讲了你跟他讲，他还会对话了，我会对话，开心了。他会问我，怎样怎样，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他至少可以跟你回应可以跟我回应，可以说一点东西，说，哎呀，昨天我祷告了，怎样怎样，他会跟我讲这样。是，感谢主啊！所以等于说你相对的，就是说经历到说信仰帮助到你们夫妻2个人，不只是共同话语多了，还有呢，就是你们大家彼此可以更多的话题。是啊，对不对？好，那我让周先讲一下。你觉得太太呢信了耶穌之後，太太信咗主之後，你睇到佢有咩改變呢？好多。我在問他說，太太信耶穌之後有什麼改變？他說變很多。舊時有啲好似唔開心嘅地方，佢就喊啦。就是說太太以前呢不開心的時候就會哭。哭喊咧就有時候脾氣又唔係幾好啦。那哭，然後脾氣也不太好，現在爆料了。所以自從佢好似信咗耶穌啦，入咗教啦，自從信了耶穌之後，成為基督徒之後，心情就比較平靜好多。看他心情也平靜很多了，想嘢都開通咗。想東西都開通了，比較開朗了。做人比較開朗啲啦。做人也比較開朗了。冇話好似喐下就發脾氣咁咯。不再像以前動一動就發脾氣了，他爆你的料了。拿他來出氣，他講冇講這樣。他現在不幫你出氣，把他當做出氣筒了，他就開心了。好了，那美華，你看到你先生很短的時間嘛，去年10月參加退休會，然後今年3月他受洗。你們結婚40年，你看最近這個半年，他有什麼改變？改變很多，也跟我一樣，脾氣比較平靜下來。脾氣也比較平靜。雖然我們兩個不是時常吵架了，對。你說頂嘴的時候，也不到3分鐘了。以前我們一起會講，唔好意思啊 ，sorry， 首先我脾氣點這樣，我就會跟他講，他也會說，唔好意思啊，首先激親你，就讓你生氣了，就這樣啊。所以就很美啊，2個人在信耶穌之後，以前還沒有信耶穌才跟你道歉啊，道什麼歉？對不對？現在信了耶穌之後，還會主動道歉哦，原諒我，不要想了這樣很好啊，很美很美。還有呢？很好，還有呢，2個人晚上可以一起講天父的事，講來講去了。昨天我們怎樣，今天就怎樣，全部都有天父在我們左右陪伴我們，我們可以這樣跟他講，也很開心。因為以前講了，他都不聽不懂，對，你也不曉得從哪裡說起。你現在講一點點，他都懂了。現在因為以前我本身都有憂鬱症嘛。現在也不吃藥了，睡覺。感謝主等於說這個信仰幫助你心情愉快了，也幫你那個憂鬱症處理掉了。哎呀，很多了哈！我也看到鍾弟兄呢，笑容也很多了。好似成日要食藥先瞓覺，而家唔使啦。對，以前要常常吃藥睡覺，現在不用吃藥就可以睡覺了我沒有吃藥1年多了，差不多。哇，感謝主。不用再吃藥就可以睡覺了哈！哇，你看上帝的恩典在你們家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哈，整個人心情開朗話題也多了彼此呢都可以包容對方，原諒對方是不是？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就是明辉想的，明辉说这是他的关系，梅秋说这是我教你的。好啦，他们的好朋友死党啊，就是明辉跟梅秋啦，因为有他们才会这样子的好啦啊。但是真的，师母他们两个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是，感谢主，他们也被上帝改变啊。尤其是梅秋。可以每晚跟我谈3个小时、4个小时，谈电话，在电話談啊。是你重氣咪佢重氣係咪？他會教我說怎樣，他會教你啊，開朗了很多了。好，很好，感謝主啊。真的，所以說一方面夫妻兩個關係和好。2方面，上帝為你預備很好的朋友在身邊，對，對不對？就是有明輝跟梅秋成為你們兩個夫妻的好朋友。若是沒有耶穌的話，你根本不認識他們。不認識他們，第一次認識他們的時候，就是王牧師跟明輝說，哎，有馬來西亞的人，但是我沒有去2個星期嘛，他們真的，因為王牧師跟我講。要我讀那個，要爆料了，怕了兩個星期都不敢去，那個詩篇23還是什麼，我根本連開都不會開，怎樣去找呢？所以牧師說你信主4年了，應該都懂嘛，他誤解了。因為那時候看的全部泰文，什麼我都不懂啊。對，後來現在會了，師母真的會也謝謝師母的教導感謝主啊！因為你們喜歡查經嘛所以查經眼睛明亮了感謝讚美主啊，是很好啊。會怎樣去禱告，怎樣是對付自己的心情，是，所以跟先生一起禱告，一起讀聖經，對吧？一起讀聖經我現在目前還要教他，其實我也不是很熟。但是他比我差一點，沒關係，他很謙虛啊，不錯啦，你吃幾口就餵他1口就可以了。好的，感謝讚美主啊！信了耶穌之後，婚姻生活改變，朋友也有了，這叫好朋友。好朋友增加了，又給你在旁邊。好姐妹，好兄弟在你身邊那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說也說不完好的，感謝主啊，好，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OK， 好，你們可以下去了感謝主。好，我們感謝主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很美你剛剛聽到美華說的。他自己體驗到他有憂鬱症，還要吃藥才能睡覺。但是他信了耶穌之後，他靠上帝的恩典幫助他勝過不用吃藥。然後呢，他可以跟他先生道歉，他先生也跟他道歉，只要他們有爭吵的時候。這就是聖經的原則在夫妻當中，如果你有一個信仰的話，大家可以彼此相親相愛，彼此包容。所以我剛剛回到那個4個問題裡頭你可以看到說，如果信仰不同的時候，可能就無法做到這一步。但是你信仰相同的時候，你們的那個互相的接納就很多可以包容對方，很多的東西大家可以包容，可以互相接納，甚至呢情緒上、感情上，而且呢上帝呢也為他們找到好朋友。所以今天請了明輝跟梅秋上來，他們也是他的好朋友。在信仰上梅秋跟明輝他們自己也體驗到這個信仰，同一個信仰就是耶穌基督在他們生命當中起了個變化，讓他們經歷到上帝的恩典多大所以我們講到說這個信仰相同的、虔誠的，大家的追求的一個程度呢是一樣的時候，婚姻生活會更好好，我們看到下面一個的情況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我的投影片，就是說在這裡呢，大家可以看得到，
信仰跟择偶啊，我用个图表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我这把列出来啊。就说左边蓝色的话，那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的，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们同个信仰跟不同的信仰，他们的关系呢，那个冲突性是蛮大的。那他们怎么样去调试？啊，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是已经相信了，但是对方还没有信的时候，你可以看他在下面那个阶段啊，在这里是隐性的啊，比如说梅秋他们两对呢都是太太先接触到教会，梅秋呢跟美华是先接触信仰，但是呢他们的两位先生呢都还不信的，左边不信的，但是他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进到一般的了，但是他们慢慢的有个接触点啊，第一个就是明辉参加了我们在家里施工的研讨会讲座，他经历到这个基督教信仰也讲到婚姻，所以他就慢慢的对整个信仰的开放的啊，他还不至于，他们两个还不至于说拜偶像拜到很每天都要去拜的没有，所以他就很快就经历到一个，他们现在从一般呢，我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两对呢信仰的一个已经达到一个不只是一般了，已经达到热心了，甚至到坚定了。所以这个图表给大家看，信仰跟择偶呢是很大的息息相关的。我刚不在讲嘛，如果信仰不同的时候，价值观是会不同，你们的方向也会不同，你们拿假期放假的时候怎么用假期也不同。比如说梅秋先到教会去，明辉就去钓鱼，那长期下来也是有问题的，对吧？啊，那当然就说美华说她去教会，她要赶快回来，因为她不想她先生一个人在家里。但是等到她先生愿意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自在的、很开心的在教会里头可以认识到一些人群的朋友，而且志同道合的，他们对信仰同样的认同的、同样的热心的、同样体验到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么好大。啊，基督教信仰，耶稣是真的，神的儿子，就是帮助到他们生命可以突破的啊。那我们来看哈，当你信仰相同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比较顺畅；信仰不同的时候，如果说你现在有小孩，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用什么价值观来教育你的孩子，这就会成为夫妻之间的冲突啊。那当我们这不是讲亲子教育啊，我们以后再来讲亲子教育啊。所以等于说我把这个掏出来告诉大家知道一下，这是一个信仰跟择偶啊，在交往朋友的时候要多了解、多层面去思想啊。因为有些人说我结婚前根本不会考虑到信仰啊，同不同呢是没问题的，但是结婚之后呢，这个就是成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说预防胜于治疗，在结婚之前先了解可能会面对的困难啊。好，那如果说你正在交朋友，你爱上了非基督徒怎么办？就是说跟你不同信仰的人，第一个认清彼此的感情，认清楚彼此的感情。如果双方知道说将来你们要决定要结婚的话，他信仰跟你不同，你们要找出一个共同点，你们怎么样去面对你们信仰不同会带出来将来时间表上的出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大家要去看的啊。好，第二个，了解双方的信仰状况啊，比如说我辅导一位太太，她那时候呢跟她先生呢两个人呢都不是基督徒啊，两个人都没有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他的宗教不是，他们是佛教的。那这个女的呢，她比她的先生呢对这个拜的东西呢更加的深入，因为她跟那个鸡头啊，就是叫做通灵的哈，她很追求的，很追求神明的，但是她先生呢不追求的啊，相对是先生不怎么追求的，但是这个太太很追求的。到后来他们家出现状况了，孩子出现问题了，孩子有病了，
他们怎么去求呢？他是求拜佛，这些都帮不了他。但是有人介绍他到教会来，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帮助他，可以体验到上帝的大能大力。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平安，以至于他先生也看到他改变。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因为都是在结婚后才发现到说信仰状况。如果说你在结婚之前先认识对方的时候，这样子呢，将来到你们的婚姻当中是更好的一个的协调会更好，而且夫妻两个人不会因为信仰的问题起冲突啊，不会因为信仰的问题起冲突。有些人说，哎呀，我先结婚了，然后再怎么样呢？我先结婚吧，信仰的事情再说吧。我刚不讲嘛，第二点跟第三点是很大的代价要付，付上什么代价？第一个，你们的时间表一定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你们的金钱观也会出现问题啊；第三个，你们的交友圈子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说你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一方呢到了教会，一方呢没有到教会去，那你能不能接触他的朋友？你认为接触他的朋友，那一定会出现问题。好，所以等于说要了解双方的信仰状态，还有呢，清楚对方的态度跟意愿。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先决定，你了解了，他了解到对方说他爱你，他愿意跟你一起尝试看看你教会的情形。如果他不愿意跟你去的话呢，你就要做决定。我在这里没有告诉你说不要他哦，就是说你要清楚对方的态度跟意愿，会不会尝试去了解你的信仰。如果他可以愿意的话，那可以考虑。好，第四个，强化自己的信仰跟能力。如果是你是基督徒，那你对方还不是，你可以为他祷告，来帮助自己。我刚刚说我第一个男朋友，我有几个男朋友了，但是呢，真的谈到婚姻的，要面对婚姻要结婚的一个男朋友，那时候他就第一个就说，我虽然还不相信，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去你们教会，你告诉我你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呢，就给我机会告诉他我的信仰，然后也为他祷告。后来他就决意到教会去，他就发觉到我所信仰的东西呢是真实的，不是迷信的。好，等于说他会从我的生命上的信仰呢，增加他对我这个人认识，我是不是坚持到底。我曾经辅导一对，有一位先生就说，我就发觉到我的太太呢，根本就是信仰对他来讲有都没有，有跟没有都没关系，所以他就发觉到他太太不是真信，所以相对的他们就有些的问题出现了，就来找我辅导哦。所以等于说我们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爱上了非基督徒，不论是男的或女的，你要强化你自己的信仰。在这里没有说你不可以，但是呢，你要爱上非基督徒的话，你要付的代价很大啊。那当然，这第五点呢是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啊，教导你们怎么做，带领对方悟道信主。好，所以我刚刚讲，我带领我那个男朋友到教会去，后来信主，他也受洗。但是他信主受洗呢，不见得我一定要跟他结婚了。后来我真的没有跟他结婚，但是他跟另外一个姐妹结婚了。因为我们就发觉到说，后来我们的个性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一起住。好，但是说这些事情呢，就是要让大家来了解，啊，帮助对方来了解你所信的事，你所信的信仰是什么。第六个，寻求协助，教会成功。等于说，如果你觉得说，我也鼓励在直播前面的一些的年轻朋友，不论你还没结婚，当你的年轻朋友哈，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交男朋友了或交女朋友了，那对方跟你不同信仰的话，不要自己在那默默的做默默的交往，你可以寻求帮忙寻找你们教会的一些的辅导如果你们没有辅导，你们需要帮忙的话，也欢迎可以联系我们所以这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就是说有些的渠道，有些的资源，你们可以去寻找的，不是说没有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呢，
你要确认对方信主的动机。我刚讲嘛，有些男孩子来追我嘛，他说我跟你去教会，我说你不要因为我而去教会哦，你不要因为我来讲快一点，就是你不要骗我，就说你要追我，所以就跟我去教会所以我要去了解他，你真的是追我、爱我，然后跟我去教会，还是说你为了达到我回应你，然后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来跟我同一个信仰追求的话，那我就觉得我被骗了，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要彼此确认双方都要确认的，这样子对我们的婚姻呢，将来的婚姻是会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当你爱上了，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哎呀，我爱上了非基督徒。但是我在这里说，你爱上了非基督徒，没有说不行的，但是要付的代价很大，听清楚。你们不同的信仰一起拍拖，一起交往到信耶稣到结婚呢，那个付的代价很大的，多大呢？我在这边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婚姻的生活在哪里呢？基督徒的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说全家要蒙恩享主爱在使徒行传我们讲圣经，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所以等于说，当你信耶稣，或者是说你交了男朋友、女朋友的话，你可以为他祷告，让他跟你同一个信仰，就是说上帝是应许那第二个呢，当你们两个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已经结婚了，你是基督徒，你结婚了，你对象你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听听刚刚我们两位姐妹梅秋跟美华，他们是结婚后才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他怎么样为他先生祷告，然后让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在这里，就圣经的原则，他就说全家更新靠主爱就说圣经怎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呢，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呢，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说，在一个婚姻当中呢，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婚姻活得更好、更美满、更相爱。所以可以看到刚刚这个钟弟兄跟那个美华他们自己的分享。结婚40年，你看看他们结婚40年，虽然说冲突不大，但是呢，他们有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上帝在他们家中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上帝在帮助他们的婚姻更好不用吃药了。然后呢，有冲突的时候，懂得互相的道歉，互相的原谅，互相的包容。然后甚至呢，可以更多的话题了。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后你们的话题多不多？有些人说结婚之后好话题都没有，像我们在已经谈很多话题那事实上他们就开始谈论圣经的事情。我今天领受的，他们参加查经班，他们一个礼拜参加2次查经班，明慧跟梅秋都是这样，一个礼拜参加2次查经班然后礼拜天要参加崇拜他们就在一起呢，越来越那个相爱，越来越密切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机会。若是没有上帝的话，若是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的爱不完全。所以要说全家更新，让我们生命被上帝来更新，更爱我们的主。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全家侍奉正主爱。圣经有一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梅秋跟周弟兄，梅秋跟林辉，还有钟弟兄跟美华，他们信主了，受洗了，他们也加入教会了，他们也查经了，那他们也开始侍奉。所以这个3部曲提供给大家，你是基督徒，婚姻的意义这就3个：全家蒙恩，享主爱。如果你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你的对方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求主帮助为他祷告，然后你可以经历到说全家更新靠主爱。若是没有主的爱的话呢，你们无法走得远的。所以你看他们婚姻40年，越走越美，越多话说那明慧他们结婚了13年，他们现在更加的融洽更加愿意去帮助别人就刚梅叔说嘛那个美华说有梅叔跟明慧他们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旁边常常帮助他
在有难处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讲好多，他就听他没事就耳朵借给上帝，听他说听他诉苦这些所以可以全家更新靠主爱。再来第3部曲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全家侍奉，见证主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听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家也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那我们说对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说圣经有说吗？除了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语说必定要嫁给或娶信主的人呢？好，我就给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看看圣经里头有说这个2句话，在哥林多前书2句话哥林多前书第7章39节，保罗劝勉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姐妹们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他也鼓励基督徒的姐妹要嫁给信主的人。然后呢，在第9章呢又说什么了？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吗？仿佛其余的使徒跟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就表示说彼得就是基法，他也结婚了，他们也都是娶信主的姐妹为妻。所以这2句话就是说，圣经也告诉我们既然是成为主的人，无论你是弟兄或是姐妹，信仰在你的婚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能嫁在主里的人，娶在信主的姐妹为妻，上帝会祝福你的婚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处理很多婚姻辅导，就是说婚后生命当中、婚姻当中发生很多的问题，信仰也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但是若是有信仰，有同样的信仰，这个信仰所谓的信仰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让神的爱在你的婚姻当中，神是祝福你的，而且可以彼此学习、包容、接纳、相爱，而且对对方人的同理心所以呢，我们也时间差不多了再回头那4个问题，对于基督徒跟不同信仰的人交往，存在几种不同的问题。确认男女朋友之前，对方就需要跟我一样的信仰。是的，这是必须要的。第2个，可以先交往，但结婚前双方都要有一样的信仰吗？这个不鼓励，因为你们交往到感情都付出去了，到后来真的要结婚的前夕，他告诉你说我不跟你同个信仰，你婚礼要举行，你们要结婚吗？这就是一个难处，这是高难度。第3个，可以跟不同信仰的结婚，只要对方不排斥就好吗？这句话要付的代价很大很大。你跟不同信仰的结婚，他今天初一十五要去拜拜，你要去教会，你们已经有冲突了。不要再制造你们家里的炸弹，不要制造你们家里的地雷。信仰不同，随时都会爆开的，只是你还不知道所以这我不鼓励第1跟第4，我非常鼓励。确认男女朋友前，对方就要跟我一样的信仰吗？你会说王师傅你好绝对不是，这是谋福之道。第4个，不只要信仰相同信仰，而且要虔诚度也必须差不多，这是好的，但是可以一起追求的。就像说那个银辉跟梅秋，他们虽然说信主差1年，但是银辉也追得很快，所以他们追求的程度也差不多。美华跟他先生，美华是信主4年，他先生才信主半年，但是呢也在努力当中。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华，他说我要教我先生，但是中弟兄的愿意让他太太教他，因为他教他了，他觉得更甜蜜。你们不觉得吗？有机会制造大家更甜甜蜜蜜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不鼓励大家你们可以看看，这就是一个爱的秘诀了我们今天讲了，不能讲太多了。所以呢，
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特别是说我们单身的姐妹们或是弟兄们你们还没有对象，或是你们有对象的话，我鼓励你们考虑第一点跟第10点，第2点跟第3点呢，我不鼓励，但是你要的话呢，你要自己负责任，因为要付的代价很大，多大？不是在今天讨论的对象的内容好。我们在这里呢，就看看我们的主持人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的我们就回到那个主持人来给大家来问问题了。好，很开心今天听到师母很多人追，喂，很美丽的那个女人，然后呢，有一个避免筛选的方法，就是跟我要一样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准确的找到适合我们的人，对吗？对的。这让我想到以前我没有很多人追但是呢曾经呢就会有人说那个你一定要是基督徒吗？我说对，然后他就说那我跟你去教会，我说好，但是后来他们就是不了了之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诚心在哪里，对吗？对，对。那我们刚刚在后台非常的热烈有非常多对很多的人呢，他们就针对这2个夫妻呢都赞赏有加，我们是对，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请他们上来跟大家说再说一说，有没有人要问他们问题啊？刚才他们在下面的时候呢，我看很多人写，我都来不及 po 我再回来看一下非常的散然后非常对，就是兴趣一样的他们觉得说这样非常好。如果说有一样的信仰，然后能够一起去钓鱼，约不一样的时间去钓鱼，没错，是，然后变成信仰，也变成共同的兴趣了，这样就是说读经也是他们现在最大的乐趣我们昨天查经完，我们跟他们2对夫妇呢谈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才回家，我回到家12点了，所以还谈不完的话，促膝长谈，可以促膝长谈，聊不完的天聊不完的天，对，是不是很羡慕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呢，大家如果你们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上帝，欢迎你来教会来认识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在等待看有没有人要问他们问题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有一个网站，这个我上个礼拜也有介绍过就是这个叫做姻缘一线牵。好，那上个礼拜没有听到的人，这是好消息这是专门给非常认真要寻找终身伴侣的单身人士，就是所谓未婚或是离过失婚，然后丧偶的这些21岁以上呢，你就可以登录他们的会员。那这个是一条龙的服务，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完整从你登录以后，他就会帮你做特质分析，然后婚前教育协谈，然后配对分析，开始交往以后还会有婚前的协谈跟教育来帮助你更认识对方那特别我们今天讲到信仰的问题，如果你有信仰冲突的要帮你更确认彼此是不是真的相爱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进入结婚好，那有没有？那我们就对，广告一下咯。广告一下。对，下周我刚刚忘了提了，我们这是 CareMore 基金会跟真爱家庭协会泰国真爱一起合办的座谈。那我们今天已经是第4次那下一次就是我们第5次那讲到偷吃禁果的问题婚前的可不可以有关系呢？最近很夯的话题。那我没有试，怎么知道合不合呢？对吗？对啊，很多人在问这个OK， 那这个留在下礼拜说这个课题是很爆热。
对，非常劲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报名线上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曾经有这样想过，然后可是你怎么样去克服哈，或者是你曾经做过，然后你有什么样就是后悔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哈，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哈。所以很诚心的邀请你们来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好，那所以这是我们一系列的讲座，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2对夫妻。好吗？一起上来。好说说话。啊，不错啊，给你们鼓掌。很棒。美华第一次跟东弟兄第一次啊，很好啊。你看人家都说你们好的无比，没有缺点了，你要回应说太多优点是缺点啊。讲的这句话呢，牧师常常送我一朵花，然后师母，你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哇，这句话要录。我说你太多称赞我了啊！我说好，那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呢？原来还是师母了解。先称赞你一下啊。对，太多优点是缺点哇。然后你们2对很特别哈。是什么？一起来什么？明辉，你们要不要自己说说看你刚刚写的？我们觉得说，我们我和梅秋还有那个钟弟兄还有美华姐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因为我们都是从异乡来到泰国这个万佛之国，才信主的，所以觉得说，主拣选我们真是很奇妙。阿妹，真的是很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觉得，有时候想自己想，对，都会起那个鸡皮疙瘩。鸡皮疙瘩。对啊，因为很多人在泰国来就是要来拜拜，要来到佛，再求佛，要做什么，对吧？但是没想到你们来到这儿不是求佛，来到这儿还信了耶稣了。是。反正现在教会还很难找，在泰国。教会很难找你还可能很难找，现在找到我们了，所以上帝带领你们了。感谢主。因为我在泰国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就是说之前那些朋友哈，在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他们有一些还是在拜偶像的，就会有时候就 line 我，还是说 WhatsApp 我来问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在泰国找一些比较power的那个高僧啊，做法的啊，还是怎样？那我说我现在是信主了，我只能够跟你介绍主耶稣。对，是，对，很好啊。所以上帝改变你们这次，就像我们刚刚讲的3部曲啊，对不对？你信，你全家信主啦。第二个呢是怎么样呢？还记得吗？没有记师母。就是说，第一个你们是享主爱，对不对？你们在享受主的爱嘛，哈。那第二步呢，你们已经开始你们的婚姻生活被上帝更新，对不对？被更新了，靠主爱。若是没有主的爱呢，美华还要继续吃药。对，有人说省很多钱。对，感谢主。对不对？那你们进到第3个阶段了，对不对？至于我和我家侍奉耶和华，所以你们进入第3个阶段，全家侍奉主，见证主爱。所以我送给你们，你们就是第一个享受主爱，第二个靠主爱，依靠主的爱，第3个见证主的爱。你们已经进到第3部曲了，为你们感谢主啊！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主。有人说今天美华好漂亮哦。高山係唔係啊？好靚啊！你睇係咪啊？佢唔靚佢愛啦。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一样的信仰，好像是身心相爱；如果一样的信仰是身心灵都相爱，对吗？对。好，我们下礼拜会讲身心性
都爱，身心性都爱。好，所以呢，性的爱，敬请期待。对，这个敬请期待啊！但是我不是讲婚姻跟性哦，我是讲性方面。性方面还有另外一个课题，不是在这个课题，这个婚前不讲，要婚后再讲。对，想要知道的准时收看，要来坐第一排哦。丽霞也有来说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然后全家侍奉哈，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对，没错。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师母，好，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谢谢，很开心，然后也很谢谢我们在台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热烈的讨论，还继续有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幕后继续聊。幕后我们继续聊，你们下次要进幕后，就是可以听来聊了啊。了解他们状况的，可能要继续跟他们加为好友。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下个礼拜五同一个时间7点半见。好，大家拜拜。拜拜。